2025年亚洲杯贴杯仔比赛，台湾队破纪录，摕到43块金牌、26块银牌，搁22块铜牌。其中涂恒一个15岁选手，伊一个人就摕到11块金牌、甲3块银牌，好成绩，拍破3项世界纪录。 来自汤恒15岁的赛德克族少女沙马巴沙奥，以真紧的速度，伫2025亚洲杯竞技贴杯锦标赛，个人包办在1金3银，也履行3项世界纪录，成做世界上紧的原住民查某囡仔。塞口接力对抗。此外，沙马甲11岁的李友成两个人连续出战双人合舞，也已经可以配合到履行16岁以下做世界纪录。很开心。因为我们是第一次配，所以就很意外。 伫团体赛部分，沙马也甲李主佑等其他选手组成CT狗团队，换扫18岁以下组3项团体冠军，摕到3金队伍的荣誉。因为我们这次的队员都是很强，都是各个年龄比较优秀的选手，所以是必须的。这次有带了一半的新选手，可能达成率只能来到60%。那总结下来，能够来到80%，跟我们的国际大挑战是总冠军。 2连霸的情况下，对我这次的成绩，我们觉得整体下来是表现得很好。2025年亚洲杯竞技贴杯锦标赛日落伫中国大连结束，咱国代表队以43金、26金、22铜得败数，成做本届大赢家，隆重履行7项世界纪录。中华竞技贴杯运动推广协会表示，台湾透过竞技贴杯运动，迈向国际，也让世界看到台湾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